好啦，接住落嚟咧就去呢個第21.10啦。嗱，21.10之前咧補翻21.9啦。21.9臨尾有個例子咧，就叫做木糖醇啦。其實木糖醇係一個天然嘅代糖嘅。咁啊，其實佢係存在喺水果啊、蔬菜嘅碳氫化合物。嗱，分子式就叫做啦 C5H12O5。咁啊，骨架式好明顯見得到咁嘅樣嘅。咁其實木糖醇嚟講咧係有甜味啦，可以作為代糖啦。咁啊，好多香口糖裏邊都加咗嘅。咁佢系統命名點命名咧？呢度補充翻啦。嗱，佢有幾多個碳咧？係有5個碳。咁另外啦，佢係屬於咩類別啦？佢呢啲叫做有一個叫做羥基。有幾多個羥基咧？有5個。咁所以佢係個5醇嚟嘅，5醇。咁然之後啦，呢5個醇喺咩位置啊？就喺1、2、3、4、5嘅位置，所以就叫1、2、3、4、5 5醇。有5個碳，所以叫錆啦。所以最後個名就叫乜嘢咧？叫錆1、2、3、4、5 5醇啦。咁啊，下邊都見得到啦，就呢個名。好，跟住落嚟啦，就21.1啦，比較複雜多少少啦。嗱，佢就話啦，今次就係點咧？命名嘅時候，如果發覺多於一個不同嘅官能基嘅碳氫化合物，咩叫多於一個咧？咁先睇下第一個先啦。嗱，第一個佢嘅例子就係將呢個碳相鍵啦，同埋腦素，即係氟氯溴烷啊。氟氯溴碘啊，擺埋一齊。咁點命名咧？咁樣嗱，命名嘅時候一樣照做啦。咁樣嗱，佢有3個碳啦，3個碳。咁而且你見到佢有碳相鍵。咁所以第一步嚟講咧，佢都係叫咩咧？都叫烯先。有3個，咁所以叫丙烯。好留意啊！呢啲感覺上就當枝節去咁樣睇啦。喺第3個位裏邊有2個氯，所以叫做乜嘢咧？就叫二氯。另外最後要加翻位置名稱啦，第3個位，所以就叫33二氯丙烯。嗰度隔離一樣，佢哋咁諗啦。第一步咧，揾翻最長嘅碳鏈先。咁最長碳鏈上嗰發覺係有碳相鍵，咁所以都係叫烯。咁由於碳相鍵個位置咧係可以多於一個位啦，因為係已經4個碳啊嘛。咁所以話翻俾人知，碳相鍵咧喺第一個位，所以叫丁一烯，有4個碳啦，所以叫丁一烯先。丁一烯，好，剩翻啦，就放翻個支位啦。啊，支節位就喺個第4個位，咁所以叫4溴丁一烯。咁留意一碳原子嘅編號咧，要由最接近碳相鍵一方開始啦，而不是由最接近嘅腦素開始。即係計嘅時候，最緊要計碳相鍵最細嗰個位置開始，就唔係計腦素嘅。好，跟住落嚟啦，睇埋其他啦。嗱，其他就話啦，當我哋牽涉咗含有碳相鍵啦，含有羥基，畫翻好啲啊。碳相鍵，含有羥基，含有羧基，或含有其他腦素啦。取代基嘅時候咧，究竟點命名咧？咁樣嗱，留意啊，有啲碳化合物咧係有碳相鍵，有羧基或者做羥基咁樣。咁命名嘅時候咧，我哋就需要把碳相鍵咧命名為烯。而啦，醇同酸鈉就作為詞尾。咁至於化合物如果有腦素嘅話咧，咁啊腦素嗰啲取代基就寫喺字頭嗰度啦，詞頭嗰度啦。好，睇睇下邊例子啊。嗱，下邊例子嚟留意啦。咁啊，首先啦，將最長嘅碳鏈游咗先。咁留意啊，佢有羥基，亦都有溴。咁命名嘅時候咧，就以一個羥基即係醇為主去命名啦。所以 A 部分個命名啦，先命名咗個醇先。咁留意到啊，醇咧係擺喺第一個位嘅，1、
2、3、4、5，咁所以叫一純。好，下一步就睇啦，喂，究竟佢有幾多個嘅碳咧？有5個，所以叫戊一純。好，下一步啦，剩翻邊個啊？剩翻個臭啦，臭第幾個位咧？就係喺第4個位。所以嚟講啦，呢個名咧係4臭，都留意到喎，爭一個官能基啊。嗱，呢係甲基啦，甲基。咁所以嚟講啦，而家係有乜嘢官能基咧？咪有乜嘢支鏈？就有3甲基同埋4臭。究竟邊個排先咧？咁啊，3甲基先定4臭排先咧？嗱，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啦，我哋會按英文字母嘅順序嚟排啦。由於臭嘅英文字母係 B， 甲基英文字母係 M， 咁所以啊 M 咧係順序之後到唔係 B 係先嘅，然後到 M， 所以成個名啦就邊個行先咧？就臭行先，所以最後就叫4臭3甲基戊一純。4臭3甲基戊一純。咁下邊又好清晰地啦，寫咗佢個名嘅4臭3甲基戊一純。好，之後啦，到 B 部分啦。B 個例子第一步都係啦，先揾出最長嘅碳鏈包含住碳碳相鍵先啦。揾完之後再揾乜嘢咧？揾啲支節位。好，有幾多個碳咧？1、2、3、4、5啊。咁所以第二個位有個碳碳相鍵，第二個位5個碳，所以叫戊二烯。好，知道咗佢戊二烯之後，下一步點做咧？咁啊，戊二烯寫下啲支啦，支係個6啊，6第幾個位啊？第4個位。所以嚟講啊，佢叫乜嘢名咧？就叫46戊二烯。好，跟住到 C 啦。嗱，啱啱呢個係 B 嚟㗎，好，記到 C。C 第一步都揾翻最長嘅碳鏈牽涉住啲官能基先啦。咁好明顯地啦 ，C 嗰個最長嘅碳鏈牽涉個官能基就係呢個啦。咁我哋要知道啦，今次麻煩啲喎，呢個係純，即係疏基啦。呢個係咩咧？呢個就係烯。咁通常個字尾大家都會有，咁我哋要純定要烯作為字尾咧？咁樣，咁咧就比較特別啲啦。點特別法啊？咁樣，因為我哋排序啲官能基優先嘅話咧，其實呢個情況之下，佢哋規定咗咧，純係作為呢個優先嘅字尾嚟嘅，即係字尾係要純啦。咁所以嚟講 ，C 個物質係純嘅。好，然之後啦，純嘅位置又排第幾啊？咁樣嗱，純嘅位置啊，你照數啦，係排第1嘅呢個位1，所以叫係一純。幾多個碳咧？1、2、3、4， 4個碳。所以嚟講啦，寫嘅時候啦，就話俾人知啦，係丁一純啦。咦？但唔係喎，啱啱講過個烯漏咗喎。留意翻個數字編排啊，烯喺第3個位啊，3烯。咁3烯咁點咧？3烯丁一純咁樣。好啦，所以真正命名個嚟啦。首先我哋知道啦，佢最長嗰個係丁，就中間有個烯，所以就叫做啦丁3烯一純，就是這樣啦。好，到 D 嗰個 ，D 個同樣道理啦，都揾翻最長嘅碳鏈。咁又今次嚟講啦，就麻煩啲啊，有個疏酸喎咁樣。咁所以我哋字尾嚟計咧，都要寫咩咧？都要寫個酸字先，寫個酸。好，下一步做啲乜嘢咧？幾多個碳咧？1、2、3、4、5個碳。5個碳就叫戊啦。咁由於有個碳碳相鍵喺度，所以命名嘅時候咧就叫做乜嘢咧？而呢個碳碳相鍵喺第4個位啦，即係我哋數1、2、3、4，所以就叫啦戊4烯酸。
就是這樣啦，即係硒同酸就黐埋一齊啦，錳4硒酸。好，到第 E 嗰個啦，E 個睇一睇啦，先游咗呢個先啦，咁都一樣嘅，亦都有個碳碳相見啦，所以命名嘅時候就唔好忘記咗佢啦。好，嚟啦 ，E 嗰個命名啦，首先係有個醇啦，咁醇嘅位置會變到，咁所以叫一醇先啦。好，知道咗一醇嗰個位置之後啦，下一步啊，睇翻我哋嗰個硒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。留意翻硒個位置喺第3個位啊，咁所以我哋做呢條嘅時候話翻俾人知啦，佢係3硒。好，命名到呢度差唔多尾啦，佢叫幾多乜嘢3硒咧？由於係有5個碳嘅原子，所以叫錳3硒1醇。好，最後啦，命名埋個溴啦，溴排第幾個位啊？啱啦，溴排喺第2個位，所以就叫2溴錳3硒1醇。2溴錳3硒1醇。好，最後接住落嚟啦，解釋埋個 F 啦，咁樣 F 又好似好鬼深咁樣，但係我諗法一樣嘅啫。F 第一步都係嘅，咁呢個骨架上高大家除非非常之熟悉啦，都建議大家寫出嚟啦，咁樣。好，數啲碳位置啦，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、7個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佢嗰個主鏈個位置好明顯又有7個碳。咁我哋留意到啦，佢呢個咧係硒，呢個係酸，咁點夾埋咧咁啊？咁我哋先諗個字尾啦，字尾一定係酸先，個酸。咁硒排第幾咧？咁樣按翻數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留意6，咁我哋就會諗啦，喂，個硒排第幾啊？個硒排第3，咁所以嚟講啦，呢一條你要寫翻佢係3硒。咁由於酸個位置定個1啦，所以就唔使寫佢嘅位置啦。所以首先係3硒。好，拆翻乾淨啲先啊。呢邊係 CH3 嚟㗎，千祈唔好誤會冇嘢啊。好，畫完之後啦，3硒酸有幾多個碳啊？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個碳，所以就叫做乜嘢咧？所以就叫做己3硒酸。好，剩翻嗰啲支持位啦，有個6啦，有個甲基啦。6英文排字母 C， 甲基英文字母 M， 按英文字母順序去排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咁所以第5個位咧就係呢個6。所以就叫5、6，然之後呢個位咧就寫翻啦，2甲基，所以就5、6、2甲基，己3硒酸。其實後面都有詳細解釋嘅，即係話如果你聽唔明嘅話，都可以睇翻呢個詳細解釋啦。好，接住落嚟做咗幾條練習睇一睇啦，咁樣。好，21條 1.2，21.12堂課。第一個咧，佢得2個碳啫，咁2個碳就叫乜嘢啊？就叫乙啦。由於佢係有咩？有碳碳相見，所以就叫乙烯。唔知碳碳相見啦，仲有個溴喺度添，即係唔係溴，有個6喺度，所以就叫做乜嘢咧？就叫6乙烯。由於6嘅位置得呢2個，即係冇得變，咁所以嚟講得呢個位啦，咁所以就叫6乙烯啦。好，到 B， B 睇翻個情況啦，佢呢個係 COH， 咁寫個尾嘅時候都係咁寫啦，係乜嘢咧？就係嗰個叫酸啦。下一步啦，咁幾多酸咧？就係乙酸，係咪2個碳？幾多個氟啊？3個氟。好，呢個就係 B。由於啲氟嘅位置只可以喺個碳上過，所以個命名就唔使寫翻個數字啦，就咁叫3氟乙酸。好，到 C 嗰個啦 ，C 嗰個都係第一步游翻晒佢哋嘅碳嘅數目啦。咁好明顯啦，碳嘅數目有幾多個咧？就有1、
2、3、4，四個碳，咁有 OH，所以就叫丁一酸。一醇係咪？一醇先。好，一醇完之後啦，佢咪有兩一醇完之後啦，咁我哋睇翻啦，寫翻丁一酸先。咁佢仲有兩個嘅乜嘢咧？有兩個嘅我叫支節啦。咁兩個啊係臭嚟噶嘛，所以叫二臭先。好，寫完二臭之後，究竟第幾個位咧？喺第三同第四個，所以就叫3、4、二臭丁一酸啦。好，然之後啦，到第 D 嗰個啦，我清理一下先 D 嗰個。好 ，D 嗰個命名啦，都係第一步啦，先游咗主要嘅道路先，我覺得。好，第二步啦，就數啦，呢個係乜嘢咧？呢個係稀，呢個係臭啦。咁寫翻個稀先。咁稀位置排第幾？使唔使要講咧？嗱，呢個稀嘅位置排第幾係要講，呢個係排第1、2、3、4，所以日稀1、2、3、4，丁日稀。好，呢個臭排第幾咧？排第3，所以叫3臭丁一稀。好，下邊啦，到 E 同 F 啦。E 就睇一睇啦。呢次嚟講個 E 嚟講咧，佢係一個鏈啦咁樣，咁包含住啦。留意佢有 OH 啊 ，OH 即係嗰個醇啦。咁啊，醇嘅位置可唔可以改變咧？係咪得一個位咧？又唔係嘅。所以 E 嗰個第一步要寫翻啲咩先咧？佢係一醇先啦。好，下一步睇稀嘅位置啦，呢個叫1、2、3，即係第二個位啦，第二個位。所以嚟講寫嘅時候就係2稀一醇，咁有1、2、3、4啦，有4個位，所以就叫乜嘢啊？咁樣又留咗先，係1、2、3、4，四個，所以就叫丁2稀一醇。好，之後落嚟啦，睇埋嗰個第 F 啦 ，F 好似好難啦，但用翻新規則去做就得噶啦。第一步都係先游翻最長嘅碳鏈。好，游完之後你發覺就其他嘅官能基 F 啦同 Cl。好，下一步啦，就寫啦。首先睇翻佢嗰個字尾寫咩咧？由於見到 COH，所以係照寫酸。好，寫個酸先。下一步啦，有幾多個碳鏈？有幾多個碳原子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個，所以就叫幾。好，下一步留意翻啦。咁我咪就咁完結咧？又唔係喎。忘記咗佢有個碳碳相結，所以我唔可以直接就咁叫幾酸。而家我稀落去先，稀。咁啊，稀排第幾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嗱，稀排第4㗎，所以叫4稀。好，然之後就落啦，知道咗4稀之後，搞埋啲支節位啦，有氯有氟。咁按英文字母排序係 C 係細啲嘅，所以啊就係幾多咧？就係呢個氯，跟住啦就係乜嘢咧？氯完之後就氟，4氯唔係4氟，6 3氟。6 3氟幾，留咗幾添，係幾4稀酸。好，再睇埋個公開試題啦。公開試題就問啦，喂，以下系統明明叫咩名咧？第一步都係嘅，游晒嗰啲叫乜嘢咧？主鏈先啦，游完之後發覺有幾多個碳？1、2、3、4、5個碳嘅。咁啊數嘅時候照數翻啦，由小到大去數，1、2、3、4、5。咁所以嚟講啦，先係講啦，佢係乜嘢嚟嘅咧？首先嚟講咧，佢就係啦，一個叫做稀先。咁佢係幾多稀咧？佢有一個，有兩個，所以二稀。咁你所以見到多個選擇題答案咧，全部都係啲二稀先啦。咁二稀嘅位置第幾啊？係第1個位同埋第3個位，所以叫1、3、2稀。有5個碳啦，所以叫錨1、3、2稀。
所以選嘅時候都係得呢個選擇啦，謀一三二希。咁然之後見得到啦，有兩個六噶嘛，兩個六，所以叫二六。第5個位，所以最後啦就5526謀一三二希啦。答案就係 D。好，今日講到呢一度啦，咁啊多啲努力做多啲練習啦。